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蛮有意思的题目哦，是什么？就是关于台湾的客家，大家对他们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想法上，好像有些转变。啊，这个我知道。我们手边有一份资料是资深媒体人何来美先生的文章。对，他的文章点出了一个重点，就是以前大家普遍觉得客家人是从中原来的。对，中原南迁论。但这个说法，这几年受到蛮多挑战的。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深入来看看的。嗯哼，就是说，传统那个中原南迁论到底是怎么来的啊？后来又出现了哪些不一样的声音？对，还有这些不同的看法是根据什么，是吧？就是这样，希望可以让你掌握这整个想法演变的来龙去脉。好啊，那我们就先从这个中原南迁论开始谈起好了。OK，这个理论，简单说就是主张客家人的祖先是古代住在中原的汉人，然后可能因为打仗啊、灾荒啊这些原因，分了好几次，大规模的往南边迁徙。最后落脚在就是现在的福建、广东、江西交界那边吗？对，差不多就是闽粤赣这个区域。那这个说法最有名的代表人物应该就是罗香林教授吧？他的客家研究导论。没错，罗教授这本书影响非常大。还有，更早一点，清末的赖继熙编的那个《从政同人系谱》啊，对，也是在同一个脉络下。但这里更有意思的时候，这个理论为什么会那么流行？其实跟当时的时代背景，关系很大。哦，怎么说？大概在清末明初那段时间，广东那边发生了很严重的土客械斗。我听过，就是本地人跟客家移民打起来了。对，冲突很激烈。而且那个时候有些书刊文章会贬低客家人，甚至说他们非汉种。哇，压力很大哎。是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原南迁论就出来了。他强调客家人也是汉人正统，是古代望族之后啊，了解了，等于是为了提升客家人的社会地位，还有凝聚内部的认同感。没错，这个作用在当时非常非常重要。不过文章好像有提到，当时的研究很多是看族谱。对，但族谱这个东西，准确吗？这就是问题所在了。族谱常常会有一种攀附名人望族的现象，就是希望自己的祖先听起来厉害一点。对了，有点那个味道，所以它不一定能完全反映真实的迁徙历史，这就给后来的不同看法留下了空间。所以后来就有不一样的声音出来了。是的，像语言学家罗兆景教授，他就从语言的角度切入。语言学，这怎么看？他发现了客家话跟南方像是畲族、瑶族这些原住民族的语言，有不少关联。真的假的？他甚至推测，客语搞不好是南方原住民的语言，后来吸收了很多汉语成分，汉化而来的。哇，这跟从来自中原的说法根本是反过来了耶。没错，是个很大的翻转，而且不止语言学后来连生物学也有类似的发现。生物学是指基因吗？对，像是朱真一医师，他就从生物医学还有语言学的角度，也支持类似的看法。所以这些新的研究指出了什么样的图像？一个更复杂的图像，就是说客家人的主体可能本来就来自华南地区，然后融合了当地原住民的成分。从华北来的可能是少数，甚至迁到台湾以后，还可能又融入了台湾原住民族，就是南岛语族的血缘。哇，这听起来客家人的来源其实非常多元。对啊，他挑战了过去那种纯汉人望族之后的单一印象。这不只是学术上的讨论了，它直接碰触到很多人的自我认同。正是如此，很多人从小听到的故事，可能就是我们是从中原来的。对，这也提醒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真的需要不断用新的科学证据，像是基因研究、更精密的语言分析来重新检视。那这个观念的转变，在台湾本地的客家社群又是怎么发展的呢？文章有提到，好像日治时期的台湾客家人，对，比较没有在强调中原。没错。根据何先生的文章那个时候台湾的客家人大概比较清楚的是我祖先是从广东、福建，也就是唐山来的。相对比较少那种我们是中原望族后代的概念。那是什么时候开始强调中原的呢？反而是光复以后，有一些从广东梅县那些客家原乡过来的知识分子或军政人员，像是
文章也有提到，像是曾举直将军，还有创办中广苗栗台的江平成先生，办中原杂志的谢树新先生等等。他们可能带着对原乡的记忆和情感，还有就是罗香林教授那套比较完整的中原南迁论，一起带进了台湾。原来是这样传播开来的。对，所以中原南迁论在台湾比较系统化的论述，其实是光复后才慢慢建立起来的。不过文章也提到，像苗栗很有名的文史学者陈运动先生啊，对，陈老师，他早期好像也受到中原论的影响。是的。那后来在他的著作里面，好像也开始提到客家人跟南方，甚至台湾原住民族融合的观点。没错，这就显示了，即便是同一个学者，他的看法也会随着接触到更多资料、更多研究而演变。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这整个看下来真的很有意思。对啊，如果把视野再拉开一点看，这整个关于客家源流的思潮演变，其实给我们很多启发。怎么说？它告诉我们，一个群体的身世叙述，或者说它的来源故事，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着新的证据出现，新的研究方法，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语言学、生物学，还有社会氛围的改变。对，社会价值观的转变也很重要。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大家怎么去理解和诉说自己的过去。就像文章里面引述了一句老话说，那句客家话，哪有人认行承认自己家给祖先是反子？对，这是什么意思？国语的意思大概是，怎么会有人这么傻，去承认自己的祖先是原住民呢？这反映了以前可能存在的一种，族群阶级的观念。可以这么说，过去可能觉得，承认跟原住民有关系好像不太光彩。但现在的社会，我们越来越强调族群平等，也更能接受用比较科学、比较开放的态度去理解自己其实是来自一个复杂多元的根源。这样梳理下来就很清楚了。关于客家源流的看法，真的是从以前比较单一的中原说，对，慢慢走向一个承认它更复杂，跟南方在地连结更深，而且可能有多元血缘融合的图像。没错，这背后不只是学术的进步，也是整个社会观念的演进。所以最后，或许可以留一个问题让你思考一下，好啊？好啊。就是我们现在所认知的，不管是你个人的家族历史，或是你所处的群体身份，这里面有多少成分是代代相传，可能带有情感建构的故事？又有多少是经过比较严谨的考证，比较贴近客观的事实？哇，这个问题很大。对啊，这次我们谈的这个客家源流研究的思潮演变，或许也能让你从一个新的角度去想想看，我们的自己的认同是怎么被建立起来，又可能怎么样被重新认识。